哥會聽唱，別記佢阿哥。得啦未啊？這個禮拜佢在，唔是佢在華人都對來收聽邊個學嘅節目，特別呢，因為我來節目這個禮拜。จะแต่แปะเดี๋ยววันถอดจะเลยว่าเดี๋ยวจะก้องกุยก็สูแล้วโซ่หอคนเล่นลองสิบูไลเดียวโลแต่มิ้นส่งบูซิวแต่ว่าอีเมลแต่มิ้นส่งบูเช็คว่าอีเมลโอเค passive aggressive เนี่ย我ไม่เกี่ยวไอ้มาลิงก์เสียงตั้งใจฮะว่าลิงก์เอ๊ะเดี๋ยวแม่กุยก็สูอันเนี้ยยัยHello 哎呦 see 嗨等陣crash 你這無線哈可能都 echo 一下呢可能 echo 一下呢see 刷坑一下 Oh my god 你看幾個數我點聲本幾個數我點聲等陣Oh my god 四人邊本係咪啊？本吹數，幾石成地啊！你上古冇講就講數啊！真正啊，真正啊！我看我唔知換我嘅咱換點先落幾個數本吹數，你看所有啫，我下讓聽到聲。冇，我聽到你講話咗。特別講會哦，我係咪拉薩講會哦？冇，成個是叫我頭。OK 啊。哦，所以咁有啦。你講講未聽是未聽到係咪聲嚇？會聲。當機咩？當機你講我嘅。啊，即係來，我好。我。然後 echo 我。有了。哦，再來哎呀，等陣我補去啊，你話？哎呦，不見去啊！ OK， 等陣我係對，我話喂，好似先唔記得，等陣我叫我馬聲啊，冇講冇邊領學嘅古語歌數 copy link 叫我馬啫 ，copy video URL。叫我啲有件事，叫我嘛，所以我嘛睇看。然後就要講幾個告訴我這禮拜，我錄音是個頭一 topic 講幾個告訴，所以我報記錄啊，看到等下人講錄第二 topic 嘅時候，就來。會 expect 啲講幾個告訴，但係有來嚇？冇講咩？等等就來。冇講來咩？冇啊，依家未過。哦。แล้วตัวเสนอ講特別講幾個事情啱嘅時，哇！他早頭就到背嘅時，個冇人來。別見到未必這禮拜時間到10分鐘嘅咯，然後係你哎呀，個人來啊！咁哦，OK，嗱就10分鐘是講唔成嘅。business back to business 啊 ，back to business 啊，歸來啊！哇為咗衰哦，但係嗬，頭一個 topic 錄音本出數，特別攏聽到 live stream 聽到話 ，live stream 聽到話，我講我嘅了嚇，應該，咁我講就 live stream 佢聽到，故意聲佢聽到個咪嚇。但係我講echo 嘅聲是啷聽到？聽到。OK， clubhouse 們聽到嘅話 ，OK。所以即係你發文講幾個事咯，特別較早講啊，然後講驚來啊，未必有機會啊。然後佢等陣佢有男細咪講啊，但 actually 有幾人 email 我講未講幾個事嘅咋，特別冇出現。有出現咯，人在可能唔在上講頭一個啦。就是頭一個咯。有咯。我就是講唔在。我就是寄 email 一樣嘛，我有寄，特登有寄 email 嘛。
所以去看 itinerary 啦，咁樣是個叫成個灣呢。我就係就講reminder 呢，唔是 auto。我個出意字大大講下頭先落音是幾個故事嘛頭先特別，啊嘛普吉幾。我是接到去 YouTube 嘅位啊，甲看到嘅。哦，你去 YouTube，我就去 YouTube 看到，但係做有你 live 冇 check 我 email 咩？你冇收我 email 嗬？我有收到 email，特別我冇開來看來睇之類。你人就成日看啦，哦，我有收到 email，特別冇開來看。你人就成日啦。notification 呀，你一到OK 嘅，即係你禮拜五 recording 呀，都你都冇去是。看，冇去看嘅。等陣我開咁嘅，就成日覺得個小 email 特別個冇得啊，特別見唔見？嚟實講 ，OK，嚟等陣我問南西先，南西講伊個邊啊當嘅，邊啊當，我早落只有夾片。阿龍邊啊當嘅先。有咧，裏邊有咧。OK。哦，切，真係你就知啦。嚟。交朋友年代，แล้ว伊甲我相本是有錢嘅嘛。伊我快差唔多有幾若個月無拄着伊後誒，頂年甲無拄着，伊甲我講，你知我咬死去了。我講嚇，你咬死去啊？講蝦米事啊？講是拔刀啦，了骹折去了就是 infection 啦，咪可能撥伊放互伊困去，可能死去了咯。了伊就甲激死，激死啦！伊講特別真奇怪事，就是伊伊講有，伊人就問講你幾時攞一點定哦，甲咬點定啦，甲伊做蝦米啦，上擺樣點定，然後講 OK 咯，伊點定咯，點定啦，迄節結節啦，早起吼。等陣老師，等陣我未記吼，咱講咩人無隻 email，我未記人無介紹，你特別嘅邊。有咯，我未記。特別咯，看到呢邊咧，當講條故事咪是南西，我當正看到啊嘛，南西，然後佢有特啲即邊嘅沙坑咧，特別嘅邊，咧係唔對，後邊阿龍啦，然後佢有即邊是阿達啦。一個貴嘅邊是教學驚咯。OK，嚟，所以你 continue 南西講你邊啊？我講數部講就 complete 啦，是安尼看。then 伊講一句 offer 伊會點定？有一個朋友講 offer 點定咧，伊嘛點啊定啊吼，伊感覺講甲人家無安尼激心啦。แล้ว伊想叫安尼款。路邊嘅，甲了誒死了誒，迄個貓狗了安怎呢？伊嘛是誠慘，無人甲伊點，了伊就交代伊朋友講，無你甲點嘅，一個是學甲了誒貓狗甲了啦，so 點甲 maybe 較大咧，定個是安怎咯？即係每個人在點定時，安怎款呢？蝦米物件啦？伊定，我譬如講是一個蓮花定嚟嘅。意思係特別咱看到蓮花嘅節假呢嚇。蓮花嘅節假你講呢？所以伊點了咧，放啲迄個紅光嘅頭前咯，放啲迄個釋迦牟尼嘅頭前，看點，所以可能安尼款會帶去迄個世界啦，帶去教迄個咩世界迄個極樂世界，鬼橋迄個世界咯。then伊可以講吼，了結節早起，伊一開空啊，伊是大啲，毋知幾樓嘅啦。伊開着，伊看着空啊吼，看着一個大嘅 rainbow 喺伊面前嗰度。哈，佢 rainbow 面前吼，你伊感覺着講，迄個貓狗甲了啊，成個變過伊，因為迄隻是無落雨嘅。了，我本會使 witness，因為我本看着嗰度迄隻早起。我家己，actually 我毋知伊，所以伊講嘅時，我較想講，你講是毋是頂個禮拜？伊講是。你有看到？你會記你有看到阮？因為伊大個區就是我特基本是就要驚幫學去學堂嘅早起嚟迄條路，所以我就是看到我甲我囝講，即個都無落雨，做咩有一條彩虹啊？你看你了，我無管你這啦，我是看到呢，特別我 feel 到奇怪。了伊講起嘅時，我就想到，是咯嗬，你講是咪頂禮拜？毋是禮拜，講錯啊，是5月。boy 安尼款嘅事嘅，㗎，然後伊講，我講是，我會記是差唔多有一個月前安尼款嘅事，然後伊講我人看嘅哦，是上一條彩虹了咯，安尼款咯。因為你真有人講，特別
上講我咱嘅 bat 啊，咱嘅 bat 嘅時候，咱誒死嘅時人講樣過去伊嘅 rainbow 係咪嘛？cross 因 over 是隻 rainbow rainbow 喎，隔兩 Rainbow 咁冇。 Bridge， rainbow bridge 嗯嘛，所以可能後你看到，你無注意看咧，伊是佢伊嘅 rainbow 對面有鳥狗，佢哋突掉行。有可能咯。所以伊講無解點定咧，一個看到一個真啊大 rainbow 佇伊面前啊，你看。所以阮小女咧就講，我早起嘅嘛，伊講是早起嘅，迄陣是無落雨嘅，是我迄個位是無落雨嘅。then 嗰時真幾個，了有一個是早2-3日前嘅，我拜四應該是拜四暝，了差唔多9點幾暗暝 ，OK。MCO 嘅時候，我有飼到，我有一隻我嘅厝，達到有迄個鳥哦，拔倒落來就佇我嘅厝頂，所以迄個細隻樣生卵嘛，佇我嘅厝頂迄邊甲做鳥籠嘛，所以達到有細隻拔倒落來了，迄頭個本是有一隻啦 MCO 嘅時，伊頭就破去嘅，伊頭破去了，我人就捡到伊無死喎。伊達到食甲了死嘅，即隻無死，所以我人就顧伊咯，就互伊食物件，顧伊啊，細食了，到差唔多。你是講伊破去是伊內殼破去？哦，頭啊，頭破去啊，攏過會飼啊，你安怎？伊破有流血，特別我人嘛甲伊抹好勢，咁無咪敢當伊啦。即係伊毋是講破，我講破去嘅時候一空啊，你講。一空，伊破一空去，伊無一空啊，伊是流血，人割掉，然後拿。OK。掉你看咯。แล้ว我就過分過伊咯，因為伊無死嘛，แล้ว過，因為以前幾若刀伊甲了死甲了了就，แล้ว一刀一砍即隻無死了，到差唔多一禮拜嘅，可能伊 OK 去喎，咧伊佫真趣味，佫對調我人，แล้ว對調我人，對我去倒落伊對調我人嘅，แล้ว伊哋喺背後人跳，我因為打一幫西嘛，即我幫啲位。放啲白雕嘅，特別暗暝咧，我放啲鴨內邊嘅，我驚貓隻嘛，我驚有貓隻伊，嗰時我冇飼貓過，我交白老師無姑娘嘅，แล้ว所以我放啲鴨啦，แล้ว一頭咧，伊就對調我人嘅，伊背起我嘅身軀啦，背起我手份直對調我人啦，แล้ว差唔多一個月嘅吼，แล้ว伊脾氣實有淡薄，看到伊脾氣有淡薄臭，我垃圾，伊應該是愛飛走了嘅，因為伊嘅舌。定咗嘛，你看了嘛，有冇人講定咗啦？會背，我 feel 到伊可能有影，迄幾若幾若一個月後，差唔多一個月後啦，伊有影有一隻會背走去了，了 OK 啦，我人分明白啦，咁無即係我無可能白伊啦，伊愛背咯，了特別我有一個，迄時2021，安尼看是2020嘅時間，2021嘅，了我先是到我迄日起。我特斗甲我囝講，只要是會對來嘅。我講只要吼是伊有一大堆背對來找我人嘅。你我囝聽，伊講毋知真是假，我來伊本無講嘅事。了特斗聽有鳥聲了，我講毋知是毋是，迄隻鳥對來，鳥啊對來找我人咧。這是偌久以前啊，你家 after 偌久啊，你家講。伊一飛走無久爾，我就甲我囝講咧。因為我相信鳥會對來，毋過我有一個 feeling，即個鳥會對來。了到早幾若前吼，有我人就坐咧食飯，因為我食飯聽飯就是空啊就是對調迄個白雕啦嘛。你一落來頂擺我落醫院時，我甲講，我對調白雕講recording啊咪幾個嘛，敢無？所以迄個白雕我聽到有件浪，我人會空，我會迄個空啊，你知？特別我毋知是空啊，伊砰砰響落，了我看蝦米聲哦？我驚講可能樓頂鳥椅啦，嗰時還沒拔到嘢啦，哎呀，無關咯。了所以我變過去後尾，我愛行去我的鳥腳時了，鳥腳時，我看到我的白雕邊啊，有一隻鳥看到我，你知道？有鳥會看到我啦，伊看到我，伊恐怖咩？無恐怖啦。了伊看到我了，我看到伊知我看到伊了。你我知應該是這隻鳥叫我人咯，伊卡你妹咯，แล้ว伊看到我做咩啦？伊較緊飛去阿妹嘅妹迄邊個，伊徛掉，伊知我阿妹有，伊上個是知我阿妹有一個妹嘅喎。伊徛喺邊個等？你我看做咩徛喺邊個等呢？我開門咯，
伊有影飞入来哦。哦，伊飞入来我厝咧，伊无惊咯。伊飞入来咧，伊徛伫阮诶，因为门诶边仔就是床拄啊嘛。伊大了济啊是？伊变一个大只只，伊是8个来诶。你迄个家玲，佢是家玲家玲啊，伊是哦，因为家玲晓讲话诶嘛，敢无？是伊哈，吹鸟讲话诶嘛。咪 So 拿伊，係咪啊？特别伊毋是係咪咪啱咯？拿是咪拿麦啦，甘麦啦，麦啦。哦，咪那是伊阿冇名嚇。啊啊，對阿无名哦，啊，咪拿不六哥啦，讲好话六哥。所以伊就跳，伊就飞，一直到飞入来，伊就徛伫迄个床拄迄边甲。嚇，咧会讲，咧伊就讲话，特别伊毋是讲人话啦，佢伊面所伊毋是人饲咯，因为人饲麦奶就是特着会吹你讲話嘛，咁好，就吹你我捌聽 hello，過，我捌聽過人講，我係講，我係講一隻家玲本是有講話，特別伊，我係講嘅家玲，伊唔是成日咧，normal 嘅家玲嗰啲換喙家玲，伊是惡家玲，我係講是惡家玲。有查幾種嘅嘛，家玲㗎冇？兩種嘅，家玲高家玲所請我嚟鐵頭嘛，鐵頭下面鐵頭當幫白。對，所以我一看伊走一人肯甲我講話咯，了 ，OK， 我頭一日就想到伊了，我講這個就是是毋是迄隻？你叫我調啊是你自己講啊？有啦，你叫我調，即但係你伊只走去了，背走了時，按掉伊到對來是就久一點先。5年啊，你講咧 Oh my god！小人你so明嘅等嘅咩？對，所以咁有幾擺 believe 㗎，how many years 我看這邊，嚇，啊，你看者，特別有可能是頭胎。唔知了嚇，伊甲我講話咧，知哦，伊甲我頭單胎講話，伊講咧嗬，了我甲伊講，了我講你會使飛去我人嘅身軀甲只，伊有影飛，我會驚伊甲只，哦哈，伊飛掉伊徛掉迄邊甲，伊想佢互我知我是我來啊，你看啊，伊個我頭前感覺就是伊啊，了我是一個貓誒，將乜啊，安尼款誒，伊真食咯就，了不要緊，了after。伊就飛到對去了，叫你飛去外手，伊有影飛去外手，常伊洗食誒是飛到外手啊，因為伊大隻飛到外手徛掉，伊真趣味誒。哈，你飛到外手，你會小英哦，你會小英哦，有小英我有曉到。你叫我係我係到掉，即係咱 album artwork 嘅。你攞叫伊名，攞佢一隻名。我人一個月啦嘛，我人袂 start 互伊，我有人我叫伊食鳥啦，小鳥，我叫伊小鳥啦，食鳥，因為我本地我講愛買人來關伊時吼，啊想講愛買人來關伊啊啦，伊本唔知愛買啦，我啲道理乜就講我，你講咪關掉伊，關伊本成隻鴨嘛，我伊講只無應該關咯，伊有影飛走，了。OK，我甲伊講咧，伊伫阮手，伊者哈，了阮甲伊者，了伊就飛去倒咯，伊飛伫我邊仔個門，我個玻璃門邊仔裡，迄個鐵花迄邊架，肯徛掉，伊就徛掉了，了伊無走咧，我飼淡薄白飯吼咯，因為我知伊會食白飯，伊知影說甲食麵甲了個做，所以有影有食咯，迄白飯伊食。是飼伊是。啊，細漢我飼白飯，飼伊食麵誒，食餅食麵可能起來了。哦，了伊就啲邊個徛掉，了我人 OK 咯，我人就去困了咯，伊時阿妹啊嘛，差唔多，就伊種去困咯，看伊久啲，我家己早起車吼，6點幾車，伊佫是徛喺邊個，我知。哦，伊佫是徛喺上一個位，伊無走喎，因為我幫人甲阿妹啦，伊目睭看無嘅嘛，因為只。哦。特別伊9點幾過來找我人嘅，即係，因為我有 CCTV 嘛，迄班，所以我看到伊。阿妹啊。來時。來時我看伊，我看到對 CCTV 吼，伊即個飛過了誒，伊飛過咧，伊個飛走，伊個飛去阿妹梅等我人嗰度，咧伊個飛來即個頭前嗰邊甲等，了小妹伊看到我人無看到伊，伊去弄迄個梅，碰，去碰，我甲聽到聲嘛，聽到聲了，我本無看過了就，了小妹我徛起來時，變去阿妹愛行去真係是甲看到。做咩有一個鳥徛佇邊個安尼咁？哈你行啊邊啊，我有放一個我鳥嘅上頭安尼款啊，我放佇外口，所以伊就徛佇上頭頂面較懸嘛，互我看到伊。了我甲伊講了，了早起我看伊個條講，你去退牙食了，愛提貴啊，你無通食了，6點幾啊，因為只要是4、5點就出去退食了嘛，你用before 7點提貴啊，對來食飽，所以後尾我聽到。
我啲阿妹準備行到了外出了嘅嘛，早起。因為我聽到這，你看，成日講話，我聽到伊講話，你看。了小妹啊個7點，我人7點15分，你看啊。我去 check 嗬，伊冇跌，伊背走去啊。走去啦。啊，我驚車了，你本時有看伊淨嚇，你伊就背走啦。了早知，了冇對嚟。嚇？早知冇背對嚟。伊應該來看。哦，所以你講伊到對嚟是即係冇叫張會 recently 呢？嗬。是啦。哦。真羅志整嘅數呢？哦。了，譬如上一節我嘅朋友本時同我講伊應該未告訴。Rainbow 會告訴咁。你我有 check 嗬，我 Google search 啦。因為頂擺我會記我媽有講過，伊講只要嗬，伊講伊按怎背對開啦。伊拉係對人出事嘅所在。哦。出事了，嗰時有照過伊嘅背嘅迄個。等陣有照過伊，唔是有照過伊，唔是有照過伊，就係有佢照過伊嘅照過。OK， 有照過哦，所以講過伊啦，伊。Actually，對，我係 friend 嘅厝啊，伊嘅厝外口啊，本是伊有隻鳥哦，逐年伊會 certain time 伊會轉來，伊轉來係伊生日，然後伊會燒哦，伊會做一個燒，伊用真濟趣味物件，像樹葉啊，有當時有 plastic 嘅物件，然後放材料內邊有 plaster。用過嘅 plaster 啊，伊做啊，嚇！伊用嘅 material，伊知 material 用，所以伊個嚟。然後伊做啊，特別伊厝真大喎，大風係咪個咧？哦，伊未背嘅。哦，哇！然後伊隻成件，個尾伊件隻大漢咧嗬，嚇伊就走咧嗬。明年伊個定位明年伊隻走咧，伊嘅厝啥無人。做 maintenance 啊，伊會出慢變殘去，殘了後伊到個點聲明年，伊個在對內，伊個在伊去頭殺去係伊包到呢？伊包對包後，伊個在生女，伊驚佢出來，所以安尼款 for 幾難年。哦。養 bird 是安尼款呢？伊當吼，若是講啊，養去一個迄個受待朋友啦，了伊人甲講哦，我去受待朋友。安全啊！然後伊逐年伊會去到對上嘅位嘅，因為安全嘅事嘛。OK。我嘅厝本是有下面不來做事嘅，特別我遲了也買來了，可能有。係啦，有 threaten，if you the threaten，頂擺有嘅一大本嘅樣細啦，本是特別啊，10歲嘅咯，伊無學白種嘅鳥去厝了呀，是去了伊sabotage人嘅。territory。伊sabotage人嘅咯，所以我有白種鳥嘅嗰種，咪那樣 territorial 嘅。哦，家人 territorial。等陣我就咪做這機會啊，一人聽嘛，本來學見鬼告訴一人聽，我就咪，因為人落佢無錄音嘛，所以隻股無錄音變做，所以我係感謝人大家啲人，你看到這，安尼這個節了無感謝，我無感謝人這禮拜呢，我感謝我4個嘅啲人，的確阿boy 白頭拍死格。創 ZK 你名我唔知唔敢我講嘛，布朗西感謝，了個有5個月的個阿伯樣是 subscription 大個就來，了個白鳥，白鳥冇講4個月白鳥 actually，了個白青個白頭，6個月個的個阿伯白鳥白頭，7個月馬路個接來是的個阿伯白鳥白青白頭。為 KS 感謝人嘅DN，感謝then 感謝大家DN 本來學見嘅支持，或者是我有機會是我加阿龍對嚟講話 maybe 或者成日就估DN 嘅一段點聲是會可能嘅本來寫本來學見嘅拍字嘅 app 阿龍，你係我成日講這個節教這個節。南邊 DNA 都是學支持人嘅，本來學見嘅即係拍字嘅，所以嚇好啊 ，business class 啦，再講啊，business
普基成理，成會嘅，勝利者，成理伊，勝利係商業，感謝商業，未啊？啊爭議近講咯，阿咪伊你會使講，特別啊，商業。大陸嘛，商業乜嚟，hello。感謝薩洛米葡萄鏡地人，感謝。咁講係大陸嘅物件啊，咁勝利。人謝頭家伊，切頭家位，哈，first 嗰是大頭家位，頭家位啊。哈。啊，不過 actually，你使講經理嘅頭家啊，即係經理。你啦，經理是 manager，你有冇物件喺度？經理睇做 business class 冇。頭家 OK。都經理有得啊，頭家位大擺位冇啦，頭家位啦。你你借一號頭家位是幾號頭家位？一號頭家位就是 business 啊，是，你叫咩啊 ？First class。你就是咁樣啊，嘛，一號住三號住。我坐火車嘛是，你坐一號位嘅二號位，真正actually位是好嘅，because 我講就等到你坐 KTM，你要買巴士單時，你要坐一號位啊，二號位嘛。三號位不有啊，我是坐三號位啦，三號位你直接去上地裏面屙去嘅。四號位條條嘅，四號是你皮啊，再皮位啊。一號位嚇，actually 特別你講飛機一號位較容了解呢，還是講嚇？人個會並逼喎，人個會並逼。我講人個會接受嘅，你咪講你記嘅字啊，你按啲條啦，咦？咪講我記呢啊你嚇？咱是飛一號位、二號位啦，一號位是 business class 啊，一號位都是 first class 咯，一號位。是 business class 咯，三號位就是當然有 premium economy 啊。3點5咯，你冇係2點5位，加3號位，位2號半，對2號半，我飛2號半位，你知道嘅？反正咱都要寫起來，咱講這 business class 這飛幾號位？而家我是 master at database 嗰種 game，我講嘅，我自己跑。咪咪玲是幾來咪咪玲啊？唔係來過咧，我看過伊名咧。Hello，咪咪玲是幾啊？盧娃娃啊？唔是，冇啦，唔是啦，我就估冇來過啊。今朝我捌咗過一道，講個爆個幣嘅。個幣拋個幣嘅就是我講拋個幣嘅嚇。有你台有幾個字啊？這幾字？我唔知我有講過有今朝。嚇，來講 try 下。應該有一個啦。嚇。特別食菇嘅，食菇嘅。食菇了啦，食菇嘅正個數啊。應該10年正啊。哦。應該我中學嘅點聲吧。哦。我講啊。在你幾歲啊？呢？但係成40幾歲。冇啦，我91年嘅30幾。30幾年，問你中學咧20幾年，10幾20，特別你講10幾。有咧估10幾20啊？10幾20年有還是你中學時10幾20年，是計20年中學時15啊，有啦，對30幾，不要記錯，你不要睡覺，所以你不要睡覺。喲。我看到我頭婆。OK， 來，你等下你名咪起啊？你講你錄音時，你話名？咪咪玲哦，你名咪咪玲個 ，OK。哦，你今日話你名 OK，咪咪特別你冇小影響啊？唔係，見你冇人講啊？會開啊，我會開。係開啊！我變咗開啊。點你帶你 camera 咧？等我看到邊有，等我看者。嗱，咪咪玲啊，我係進呢邊，我係進呢邊。Hello，你 OK，你聽到我講過幾個數本啊？我冇講過。你是唔是講幾個數是成日到底你鋪地 Georgetown 嗰邊嘅？我等嘅。
對。OK，來，等下，แล้ว講你這30年故事咧，我唔是30年 ，sorry，我哋啲個都記錯。so 嗰陣時我中學嘅時候，我嘅即個 uniform unit， 我有做一個像some sort 像team building 嘅款啦。你係咪當你在講哦？我買水啦，買好料啊，買。係咪買？你這 gaming 嘅買啊？gaming 嘅 headphone。哦，嗱，你買個那手嚟。你成家咧 Whitney 唔是 Whitney Houston， 成家阿咧 Britney Spears。Sorry， 我直接插落你個樹等嘢。哎呦！聊嚟，continue講。講嗰陣我去一個 team building 嘛，所以我嘅 team building 是做到，你知嗰陣人未少有迄個啥。你18歲就愛去做兵嘅啊！對，做 BLKN 啊！對 BLKN 對，所以我是 BLKN 是北咩啊？北係咪latihan khidmat negara？ 哦 ，khidmat negara。B 咧？B 我未記啊。BL 我未記啊。Persatuan BLKN 唔是啦，唔是 Persatuan 嚇。我隨未記啊，口嚇，你隨講下，then 我就去嗰邊為做，不過唔知啥是冇啊，冇聽到啊。program 哦 program khidmat program latihan khidmat negara。哦，是 OK program latihan khidmat negara。dismiss 去啊，冇做咗隻 program。OK。then 我就去嗰邊做，我去嗰個。應該是阿羅斯達，還是到應該是吉他啦，我未記啦。伊是叫，會使講名，未使講名。講啦，伊是同冇啊嘛，當今 Camp 3 in Bian，我是邊？3 in Bian，Camp 3 in Bian 應該是吉他邊嘅啊，阿羅斯達邊嘅好似是。Camp 3 in Bian，BLKN，冇，即係是多邊嘅。哦，邊嘅啊？佢講啦，特別，巴黎布拉會喎。有。你我未記啊，隻股啊。memory 真係是。แล้ว anyway 搞咗差唔多時，我去嗰邊 for 我唔是去做兵 ，but then 我是只想去解樣嘅這個 service 啦，就是學我能去做這 team building 3節內嘅 team building。用依所在嚟做 team building 用依 facilities 啊，用依 training 上面嘅了咯。So during 嗰個點先係有其中一個 program 就是暗暝叫我去 jungle trekking 嘅。So 伊暗暝就是。around 9點幾10點嘅款啦，我唔未記啦。So 伊是一個 jungle trekking， then 佢暫時伊個 terms 就是伊學我哋一個 map，然後一支架3支火切，嚇，然後袂使用電話，袂使用 torchlight。哦，嚇，然後伊叫我哋去對了迄個 map 為4一 round。哦，會用1 round。我是感覺會啦，因為安尼暗嘛，แล้ว係咪冇看無嘛？แล้ว我是分到幾個 group 出來咯，就是成日 maybe 5個人一個 group 安尼款。then 一個 group 可能有一支隻架呢，嗰種白色嘅隻架，成日人辦公嘅隻架，白色嘅一支，然後3支火切。3支火切，แล้ว冇 lighter 冇係咪㗎了咯？then 我5個人咧，嗬，被成日手牽手安尼款，對了死咗，因為依個jungle個是完全冇火，暗完全，看唔到完全暗嘅。then 我可能有一支隻架呢嘛，แล้ว我嘛死咗，對了死，แล้ว個驚講嘢火會熄去啊，因為我講有3支火切呢嘛，所以冇咧就是冇啊嘛。唔是一人3支，你規個 team 3支呢？一個 group 嚇，一個 group 3支，用了就是冇啊咯。嚇，點掉咯，แล้ว盡量咪可以蝕咯。因為蝕了就冇人點啊嘛。OK，然後我咪驚。伊 part of 伊 training 啦，就是被 train 我嘅 teamwork 啊咪個了咯。then 我嘛去食咯，食了，after that 有淡薄驚本啊，因為
惡嘛，你完全看無落嘅，迄種你知道？แล้ว你敢若靠迄個 candlelight 啊，伊 candlelight 誒 range 咁唔是真大呢啊，你 just 會看到淡薄安尼款。แล้ว after that 過咗無久啊，就看到成個有灰安尼飛來飛去。係咪飛來飛去？伊是螢火蟲嚟啦。哦，唔係我諗佢仲是驚嘛，家己嚇家己。等陣螢火蟲是叫做開劍車嚇掉。開劍車掉。then 嘛 OK 啦，我行了 after that 我就 already 行了就，所以我哋後尾一個 spot 是一個單人立板叫安怎叫啊？空地。一個空地嚇，一個空地咯，草坡嚟咯。嗰邊位度有淡薄 spotlight 啦，有淡薄嘅 spotlight 呢款夠光火，我能看到物件呢款嘢啦。then 我嘛到嗰邊咗咯，到嗰個空地了。就是 center of the 迄個空地位，即係草坡嚟。Then after that，我咪等別個 group 搞嘛。別個 group 嚇，我落單，我夾落面嘅。OK，我攞兩成搞啦，攞頭自己搞。冇，唔知第二第三搞。哦，別人冇啲啊啦，係嚇，有人啲啊。Then 咪搞了到空地位嘛。Then after that 嗬。我就實際呢款行來行去看呢款看咩嘛，然後我就 feel 到物件動我好就，伊像啊隻咩呢，安尼款動我把隻，伊動我把隻誒，然後邊櫃嗬是後面物件冇嘅，伊就是空地喺無手掌，我個時候是抓是後面，因為伊像啊 rattlesnake 嘅嘅感覺啊，安尼款，然後我就想講我徛到手掌口就。然後我咪邊過去看，無物件空地啊，完全是各種嘅，即係手掌冇嘅。唔是 insect 喎，可能是草莓講啊，上面啪嗰啲啊會。特別你會 feel 到成個一支物件，成個抓嘅安尼款嘅感覺，你會 feel 到有物件安尼款，安尼款嚇。If insect 嚟講，無可能一支安尼款嘅物件嘛。哦，所以你 feel 到一直掃來掃去，你款你感覺。嚇。伊毋是數，伊是成人動安尼款。哦，成人動後尾安尼，叫你安尼款啊。特別我後尾是無人嘅。แล้ว你邊個去啊？你是有個人講啊，還是？無個人講。我驚嚇條人。哦，我驚人 planning 嘛，陣時無你幾歲咧？16歲安尼款嘅。咱嗰是 school 嘅人嘅。so range around 13歲到啊10幾啊13到17嘅嘅安尼款咯。是，咱是有 training 過，還是係未哦？按照講 training 過，咱有過 training 啊，去係個去 jungle walk 啊 ，night walk 啊，安尼款過哦。啊無，攞個兵哦。啊？攞個兵？無。我 just 對了，伊 actually 有一個 trainer 徛到我後尾，特別有伊成無伊安尼款啊，因為伊無甲我講話，然後伊們無指導我人愛行倒路，然伊家己對了打電話，伊 just 過掉我人爾啦，伊咪這是成個 chaperone， 特別伊會讓家己成個去 explore 咧嘛，對，你都冇計講啊？貴啊，讀我又會啊！不過冇講到，寫起來是咪？我猜。冇講。笑。一快有時你被 reaction， 你被人咧，你 reaction 是 actually 邊個去看到是你個條隻鏡。反正有兩種嘅人，一種嘅是你 something happen to 你嘅時，你點，你唔敢講出聲。然後一種嘅你有 something happen 嘅你起笑。特別往時真驚嘅時，你講未出。是哦，有時想咩，你唔知安怎 react 啊？你過一是慢慢升 in 嘅時，你跟他想哪驚？OK。最近一段係你冇看到啦。啊無啦。sorry 啊，actually 我 feel 講是蝦米事你知哦，你做蝦米你知哦，伊物件，但是講伊 really 是物件做你啦，我感覺講是 why 你會做到是為蝦米事 ？because 你到迄邊嘅時，你看來看去嘅事。有可能哦。你看來看去。你是講，你是安尼看來看去，但是講你條面點，你
伊都袂食特別對無可能點啊，因為你去甲遐朋友，你毋捌看過嘛，你成 curious 嘛，所以嘛前看後看，咧佢暫時都無 smartphone 無啥物嘅。對，特別伊人迄種老人講是，你袂使看來看去嘅，你成日講多一個安尼款的位啊，18位頭切啊，你倒來嚇，你倒點看到這邊。你咪真係布拉咧，肯定你無看伊是。佢是衰啦，看阿雕唔看阿是雕。但你時都衰啦，你掂你個做人，你時都知你都衰啦。特別正嚟講，你掂啊，無看來看去啊，無 wander around 啊，你 eyes 無 wander 時啊，伊人袂來專注嘅。伊人未必看他，只看有機會。伊就是伊就是講下，你看來看去，來隨我嘛是哦。嚇！我動你嚇，你來考啊，你看到我哦。我就是冇看到。看到誒話，伊唔知點解就是。係咯。Clubhouse 朋友那時攞幾個數起來甲我講者啊！我想講這個分鐘嘅幾個數本，等幾分鐘啊，40分鐘啊！等陣特別我個背1號位嘅幾。2號位，係咪？波槍淡薄，嚇波槍嚇，係膠嘅嚇，玻璃膠嘅槍。對，唔是膠已經講了啦。哦，我是講我係朋友頭仔，唔是 Rainbow 嘅。講Rainbow。等陣每人講 Rainbow 學嘅話叫做咩啊？是咯。瓊咯，瓊咯，二瓊。咱無講瓊啊，咱無講 Rainbow，咱能講出瓊，你天出瓊。哦，瓊。我就唔捌聽過，King 啫，explain 我聽。King 啊，King 啊 ，KHENG 啊 ，KHENG 對。King，等我想按照寫，我拍下。King，即係嘢就是嗰個字嚟嘅，一直上紅嘅字啊。對，因為你古則是你講嘅字喺邊啊嘛，所以古則就是猜King，等看 King，等我。迄個物件，你日日叫我叫做天瓊啦，特別咱較少講天瓊啦，是講出瓊嗰隻。哦，出瓊，特別。河下河了啊，天井了啊，就出瓊咯。哦，天井，河井了出瓊。啊，河井了，嗰是河井了，河無井，是河是井了，河井了出瓊。哦，所以我特別講井是一直經嘅意思，係井係咩意思？井是井咯，嗰河井了，係咯。井是虛靜嘅，嗰啲靜啊。對，天是井了，天是井了，井是晴天的晴。哦，井是河是未井，河嘅係井。河是井，依天就井。對，天井。別人學勁講幾個是本人學，OK， King 出 King。我頭一擺聽到啦，我特別是講 Rainbow 嘅。Rainbow 來南西來你 King。伊看 King 伊整咧要念經，因為伊心裡就冇好食啊嘛咧，伊就念經。你念經，伊講伊是開目睭嘅時候，伊就即是看到 King 嘅時候。伊整。伊袂着傾，就是迄隻阿妹，伊隔日早起看到迄個傾啊嘛，然後所以點定嗬，隔了會搞，隔了鳥事。隔了會搞鳥，然後所以伊一直念經，咧，伊一開目睭嗬，伊看到伊個鳥，伊看到一個佛佇伊面前。哦。然後伊個鳥就是坐條。伊目隻向掉伊啊，伊坐掉迄個佛的頭前了。哦，所以看在伊鳥看到伊佛。看掉迄個佛安尼款。我即個朋友咧，伊毋是真正講真正教拜阿公嘅人來嘅。伊毋是教拜啦，伊毋是講相信啥物嘅。特別直到伊有影為了伊鳥去做安尼濟事。去點定啥物，伊本毋知啥物是點定嘅，伊本毋捌看過。伊講伊看到迄個電視是個蓮花，伊本垃圾儲備，伊講伊毋捌看過。咧伊看到迄個鳥佇邊，相信講，有影嘅喎。我摕即個鳥點定，有影即個鳥佇迄個佛嘅面前坐了，聽伊念經咯，安尼款呢。然後伊就甲伊朋友講，無你甲我點甲了，甲了個鳥狗啦，是死佇路邊迄種。
哈，แล้ว伊肯做了，伊隔一早起，伊就看到哈哩。有啲傾出傾了啊！天嘅面整，你講。我頂節時候我看到一個，你諗下 save， 你知諗到啲 Instagram 嚟使 save 嘅嘛？伊是叫做咩 list 啊？係咩啊 ？Because 我看到一 post 只出邊咗，就是我除掉，我可能看 save 面咯，嗱 page 先。哎呀，等陣 sorry， 等陣個別個等陣，喂，即係鬼查啦，我就等陣。你看到伊個鳥，數量勁啊！佢出邊，你看伊到底啱唔啱？這是上帝嚇，佢出邊鳥你看啊，我看我未得閒，佢我攞你看伊抱掉伊會笑喎，你看，要叫。但我你講嘅時候，我想到你講嘅伊看到伊活嘅時候，我想到這裡。你嚟幾找個位鳥，個出邊，咁所以頂到是搞得誇啫。個出邊咧，佢點解？你看到一邊咯？嚇？不知道咯。冇啊，特啲 YouTube 嘅，但我扮特啲 YouTube 嚇。哦，出邊個 post 嗰度嚟講，我看到，出邊即係我啲得咯。你看到？哦，我啲 IG，出邊。應該是苗多喺邊嘅。係啦，幾 cute 呢？嗯。Anyway OK， 等陣，當佢等你講播唱伊傾嘅，講個咪播唔了你傾。講過了啊。แล้วรู้สึกก็อีขอเดี๋ยวหุด看到可能หุดได้เรื่อง啲嘢變成嘅，就簡單看到伊可能。點定是actually 是道威是還是Buddhist 或是 Buddhist 有唔用嘅。日本是用蓮花定嘅。蓮花定不誒，你平時蓮花定，或是你 normal 係你種定不嘅。然後咩定係咩定？你種白色油定啊？呢是油定哦。Usually 是係你自家定啊。哦，自家自家定嚟。哦，伊迄個蓮花是 wax 嘅蓮花是哦。哦 ，OK， 明白啊。這是名下沙地嚇，這是沙地啊嚇。出 King from Google 講，這是沙地。係啦。你別叫啊！這裡就最三百那陣曉，伊去點定落伊個迄個living room 嘅位，了夾條物件來去厝。你是講普通嘅隻家，還是？隻家，人講隻家，有人講垃圾，有人講隻家，人講隻家係垃圾。我同你講，我覺得隻家嘅垃圾。我講垃圾，即係按照 spell 嚟啊！但我真係聽到嘅聲嚇，我到嘅嚟。無我係心啊，人我先呢，唉，即刻嚟，即刻到嘅嚟。無用心啊！到嘅，你點都冇可以，就對你頭正話對定。正嘅，哎呦！點啊？冇你頭一邊，點解大家冇摸㗎啦？佢又會。等陣我不會即個教學家，你 before 講先，你幾個時候每你聽到係你鳥走去嘛？是你大下邊嘛？對好，然後你每細結講 OK 啊？係是你啊？對啊，是啊。聽無，講嘅，你咪開，我咪冇開，咪講嘅咪冇開。哦，睇啦，睇啦，無啊，吹無啊，我沒有 time 舊年準時一年啊。特別你講你去每細結 feel 到伊 OK 嚇，唔是每啲細結，住嘅唔細結，係你是請細結嚇。有時
我有 find out 到 actually 是quite 聽了啊，當然聽了，輕啊，但我輕嘅啫，有無講真濟人啦，特別邊人有幾那人，伊人有即個像安尼款嘅 practice 啦，就是講，你隨伊人咯，你可以 info 你教啊，是你苗安怎嘅啊，了可以迄個 info 咧係樣 try to 隨啊，即係 communicate 嘅，我唔是干那講迄個死嘅啦，迄個活了嘅樣本是 communicate。意思上個一叫咩啊？你細 communicator 啊，即係樣是樣 pet 嘅 psychic 啦 ，pet psychic 所以咁樣講話。對 ，OK。大概我講嘅嘛，我呢邊一個就是伊會搞貴先嘅，然後伊講你咪伊家講伊講你咪激死，伊講你會表跟你嘅位有蝦米花嘅位，伊講嚇伊當然坐了迄邊啊，伊特特接少坐迄邊，因為講因為呢邊頭目睭頭變出來啦，伊講無人係講迄邊都有伊有激花，伊講嚇你會表跟你有激花，你有在當時甲坐入邊啊。伊講掉咯，伊打，但面即個物件個佬伊唔知，因為冇幾層，你講啊冇幾層。嚇，了我呢邊就是為我每一時我所以你解體係你細擊嘅 contact 啦。無相嘅，是講我用即個你Facebook 嘛，有你講就 Facebook 出嚟是得啦。對，我講我同你講，我一看到伊講無穿迄個伊嘅迄個叫做伊嘅大，了有嚇。特別伊講無啊，特別過咗一禮拜，我甲想，我特來去過嘛，然後我看到迄個大，我甲想到講 ，Oh my God，actually 是伊個大來，因為伊安尼一年我會秒4年嘛，所以伊穿迄個金色嘅大係穿啊個3年半，3年個加啦，伊穿啊規個大上啊愛破，所以我嘛買一個冰色嘅互伊咯。了冰色嘅伊全部到2禮拜伊就芳去啊嘛。了我找伊嘅時候，我落去3樓嘅時，我就特去過，我有看到一個冰嘅大，我特去找伊嘅時，我特去過，我看到一個冰嘅大，特別我未記講人買新嘅互伊啊。嚇，了伊就講伊講無啦，伊講你嘅喵，我看到啲我嘅mind內邊看到伊講是無大嘅。了過一禮拜後啦，我甲想落對。原來迄個大是伊嘅，因為一般你無關係個嘛，你無識講嘅嚇，話你講你咪識看到是真正。所以你特別我講你到底，你就話講，我記你講是唔知到底樓梯邊啊？你看到一你 ignore 伊，你無時候就講是你個嘅鳥嘅迄個冰色嘅，因為 maybe 是我無 register 啲位，然後講因為前日咧正情感嘅嚇，所以 when伊甲講伊講無，背我甲想起，原來是我嘅喵誒，就真準咯，但面是真是無穿了大。then 你都較相信你嗰個咧，伊講伊看到伊是 feel 到講伊無試過啦，伊個只是驚個。無試，伊黃金伊講伊是真好過，伊講未必人似啊，是咪？嚇，了伊講迄個人本就似一隻貓，伊講迄隻貓是light colour 嘅，了特別伊看袂到成個講是白啊是，嚇伊看袂到，伊講伊干那看到講伊個厝嚇有安怎款嘅灰嚇黃色嘅，下面真啊，咱講真 generic 嘅係咪啦？伊講有sofa，了伊講伊當然配了，relax 所以我講 OK 咯 ，as long as 伊無事，因為伊無事，因為伊真 safe，是 just that 伊袂曉對來嘅咯。Oh my God！ 嚇，你講咩？我有 update 我有物件愛講。嚇，來講。OK，我上邊梅浪啊，成日南晒啊，浪有，成日講浪特講有迄個 feeling 你行到一個所在，一個房間啊，是蝦米啊？行到有 feel 到靈，OK， 嚇。成日一個是唔是伊個 feeling 是唔是伊個靈或是成日 act on，let's say 咱開成日特別無風嘅，嚇伊無風嘅，伊成日靈去打呢，伊靈。是唔是？我 experience 伊 unnatural 你because 伊拎是接骨嘅，接骨啦，接骨。
特別對，我 feel 到領，我 feel 到嘅是陪，我是 feel 我一到嚟嘛，我去講我去 restaurant 嘅樓下嚇，待啲頭前嘅，我係你時我 feel 到成，因為係成會講嘅領嘅，伊是到啲係你特別一部風。特別你會行，你行我山去到這個位時，伊是領到啲黑冰冰嘅。你行走伊就無靈嘅。啊對，我係山淡薄然後就無靈去，所以但係我看有 aircon 還是特別對無 aircon 對，我本想。嚇，意思係唔是拎就是抓咧攞裝嚟。哦，你 feel 到 heat 滿行嘅。有達到是拎嘅，有達是OK。誒，蘇基留誒卡，請蘇基起來講咯。嚇，會使啊。講埋，蘇基。意思係誒，你做弄抹我先。嚇，我未見過。我到做你 invite 你 as a host 個冇抹咧。OK，嚟嚇，你舉，等你講。OK，我咪講回啦嚇，伊本是有嗌所謂 friend，早一禮拜前，伊有甲我講，伊講驚，我有興趣愛買迄邊嘅厝，然後伊講有兩間呢邊，頭卡係頭卡厝 OK。伊講我白白去看啦，然後我就講 OK 咯，所以頭一間伊講我去看較殘嘅後生，因為伊講較殘嘅哦是無裝修無蝦米啊，無人住幾若年咧。然後伊講較路迄條路較路，你伊講咱較看一間較水嘅，所以咱看較殘嘅後生，所以咱看第二間嘅是咱會 compare 啦嚇。然後我講 OK 咯，所以我過去。看頭一間田嘅是真田，就是講伊個地圖是哦，你 imagine 迄個地圖啦是大隻噶，規間厝地圖是。Oh my god， yeah。然後你成幾厝呢？就去咧 haunted house 啦。就是安尼，然後伊個厝是3層嘅嘛。然後我就接過去哦，我就看到尾一落樓下就是去伊個 kitchen 咯。然後伊就真袂爽啦，然後。我就講頭一間啊，產性啊，頭一間產嘅，然後伊塗骹係哦是迄個撲個了啊，伊個 laminated 嘅迄個產撲個了，所以真產掉了迄間厝。你買啊，你當朝是愛做貴個了啊。然後伊個kitchen是落樓骹嘅嘛，伊落到樓骹哦，我就一人落學生哦，因為伊就無爽啊嘛，伊咪看啊嘛。然後我講OK 啦，我落去者，伊 agent 就。無愛落，然後伊就徛佇怎樣頭一站，等條咯。伊本在講即間厝白白咧啦，伊開門互，所以我就落去後先。我落嘅時，伊 agent 就問伊講你愛去看啊？你是接第二樓嘅嚇，安怎落去？伊有3站咧，伊即間厝咧哦，你一個到就像你白車，你開門哦，你接去是伊個廳。第二站嚟？算是第二站，特別。落樓下就是人講啥落 basement 啊，嚟講你落樓下伊個 kitchen 就是講kitchen 啊，伊個 dining area 啊，了內邊有2間房啥 store room，有一間是或者啦啥一間房間哦，所以我就落去，特別我落到去哦，我就看到2間房真正暗，日時啦，真正暗，了我就看到這2間房，我就無爽啊啦，我啥買啊，我買接，然後我就一落了來時，我就甲伊講免啊，行去啊。然後我個 friend 本識做啊，伊本講樓下蝦米誒？我講2間房，伊講2間房你無接到去啦，我講無，本免接啊。然後我就行去。有窗仔喎樓下。無窗仔。basement 所以真係 basement。然後你感覺到，如果一隻伊門無冚掉啦，伊門開掉，所以你就看到暗內坑嘅可能啦。真正暗嚇，所以我本無想愛去看。然後看迄間厝一下呢，我就講愛去看第2間啊，因為第2間我有看過伊個小英嘛，小英看是真袂歹嘅。OK，所以我看一間了，我就甲一間 agent 講 OK 啦，會啦，我甲考慮 thank you，了就伊就開門哦。了我你 agent 冇對路啦，所以人未必知就冇。所以 OK，我就去第2間，第2間呢哦頭啦。我就是去到嘅時候就 excited 咯，因為伊看到內邊嘅嘛，我就講哇，即間較好勢咯，你看哇，這講上一區哦，上一 area。
上部一是落條路呢。哦 ，OK。伊會像伊 pattern 伊會layout 像嘅哦。layout 是較無像淡薄，一間呢哦，你一個白車啲頭前呢，伊是你入伊個 kitchen 頭先。哦。然後你去本是3層樓啦。對，隔了3層樓嘅。OK，像隻 development 嘅啦。對，所以 OK，伊一間呢哦，伊一個白車了 ，agent 搞開門，往度接過去就是 kitchen 了咯。所以一間是關真正濟，是水真正濟。特別伊有3層嘛，我就看了 kitchen 嘅時候，我就家己去1樓先。1樓是伊嘅一個廳，參伊嘅 master room 哦。頭1樓，第2樓是3間房哦。OK， 所以我就去頭1樓，裡面是伊嘅廳，參伊嘅 master room 啦。我去到去伊嘅廳嘅時候，我就 feel 到講，安怎行過成間冷者呢？款啊。了日時啊，這是日時者啦。冷者特別我看，規間厝伊嘅這 agent 有開會嘅了，我就想啊，普京開會。這是石屎啊，石屎！哎呦，人聽㗎，驚嚇死我！感謝石屎的感謝。Oh my god，嚇死我！石屎，感謝你的啊！來到對佢聽那個等了零一打了。我就 feel 到成間冷，特別伊規間厝是伊嘅 window。伊開會嘅了，特別。談咗嚇，是講伊開會，了我想伊開aircon，我行過時，安怎一打冷冷嘅？了我就吹伊 aircon 咯，吹，無，伊 aircon 是啲伊嘅廳微迄邊喎，無可能會吹過來咁嘛。OK，所以我無想安尼做，頭無想做。了個尾我就去看個尾，我就甲迄個 agent 講，你等陣會去冚你 aircon 個了咋？我講你冚你 aircon 個了，你會去冚開咋？伊甲我講，我冇開到 aircon 啊。伊講我今日開開互啷嘅，了我就都無奇怪啊，但我無甲我 friend 講 ，OK，maybe 迄個是講有當時有風吹入來啊，啥物拄好啦，我成日咁想 ，OK， 緊我第1樓嘛，我就去2樓咯，2樓有3間房嘛。我就行個了伊3間房了，伊人就起來啊咋？伊一起來我就看了啊嘛，伊人也未看嘛，我就落到轉去 ground floor，就是伊個 kitchen，伊個 kitchen 嘅 floor。我一落轉去 kitchen 嘅 floor 後，我行過伊有一個白啥，伊係伊 oven 啊，係咪咁樣？我一行過哦，我個再冷者啦。我就係冷者嘅吼，我就係講，這兜唔是 aircon 啦，因為 kitchen 是冇 aircon 嘅。然後我個奇怪咯，我就行走啦。我行走嘅時無冷喎，我個再行到啲 somewhere 迄邊嘅時候，我再冷喎。了唔知啦，我是上一位嚇一冷。我迄邊咯，就是講離開可能是2尺、1尺安尼款嘅，我就行啲啊，個再行出來，行去。了我就安怎安尼款嘅哩？了特別我嘅 friend 是真正暑假一間厝啦，伊真正暑假，所以我無可能去破冷水講，你死，因為即個物件我無 confirm 嘛，所以但係所以特別我問人講，伊嘅迄個冷嘅感覺是毋是成個aircon嘅冷啥講？你你啥行 suddenly 話冷者，了你 stop 嚇，了落咗咧，你行攞3步啊，佢真係冇去。我 feel 到冷，伊毋是成個距離嘅，我無 feel 到，actually because 是早起我無 feel 到距離，我 only feel 到 temperature drop 呢 drop 嚇。即種係唔舒服啦，screen 起來。嚇，嚟睇會嗱板東。板東。這種物件吼，伊是。哇！你冷啊？你可能你聽我講啊，你冷啊，你爆啊！我開aircon嘅事，我當然你按照aircon嘅事。無，because 我即個蝦米啊，伊人啊，這種物件啦，有啲嘅時啦，伊人啥數佢哋胃嘅氣嘅哦，所以啊，你會感覺到佢個 temperature 哇，either 是熱或是冷。
哦，你知哦？較濟是零， endothermic、exothermic， 會叫人讀生嚇，對，然後若是講啦，即係你是我 understand 啊，豬熊嘅啊，豬熊嘅啊，伊做豬清差較濟啦，就是講。清差真正大，真正大，明顯較真明顯迄種。bạn nông唔知有啥經驗講bạn nông你若是會你開麥到啲 clubhouse 啊bạn nông，他誒歡迎，就久無甲你講話了。我每你淡仔有聽到我一個嘉賓講福建講，伊領嘅一打，可能你有蝦米物件解釋講，即係看我嘅基本經驗就一道呢，我就是人經驗一道呢，唔知你安怎有蝦米物件會甲我人。你有會小英無？吼，你有小英哦？英啊？辦公 online 啊？應該是我嘅朋友去看哦，無小英，伊朋友伊看出，會看到伊是蝦米嚟過去。特別我感覺講live 嚟講，你較好是買幫應該，係啦，等陣伊嘅厝係啦，是特別。你成日講 in general 啦，唔是講合併有啊無啦，你 in general 係哦，你辦公你啊啥成日講人安尼行過一個所在啊，方向一搭是特別較靈嘅，特別伊無講有愛講，那是無蝦米是較靈嘅，你有啥有蝦米解釋講你看你物件？安尼款，伊人kan negatif, orang kan positif. 哦 ，OK， jadi伊人pasti較靈過我人我嘅人。OK。誒，若是我入去一個所在，若是我rasa伊靈那個無 normal， 我咪入了誒。哦，但係無 normal 就是講伊成唔是講規間靈嘅，伊一個一打，然後一個所在靈呢，然後呢，真奇怪，伊唔是成規，叫你行一房間要靈嘅，然後呢吼，即是。你行佢旁邊無怕，特別有一打一個所在一個 spot， 那款是較靈嘅。jadi安尼款。我幾若擺都談朋友嘅爹、朋友嘅媽、朋友嘅姨，若是伊我入去厝內面，伊靈無相，了伊味素無相，我把是講你爹無過一個月。哦。因為伊人伊嘅 positive 冇咧減了幾多。哦。你若是講人愛死點些，伊嘅靈不是較靈過我人袂使啦。哦，未死過是啦，你是講伊會呀，pasti。第一晚我看，第一晚都談呢兩個月。了，這是 that means 你若是講 that means 有 something not necessarily 是無好嘅物件，唔啦，係哦。較濟是無好物件。哦 shit！ 小靈是無好物件啦，小靈無好物件。哦。就是我人若是愛去一個所在，rasa 着一厝安尼靈無相，靈那個做人驚，你看呢，你大小心。哦，特別若是你 rasa 靈，你無 rasa 睇 threaten， 你無想講驚咧，伊 OK 哦。若是我人看去Bandung 去 Surabaya kan cinta jua. Nah, si orang leng yang suatu engkau si wangi lo, ane song ane liang lo. Tapi isi kikwai, leng ha. Leng bu siang orang kau mai jip. Oh, okay. Leng cowok orang kia, leng cowok orang tak ya je. Orang asyik sim lampu. Okay. Tadi orang Hokkien. Tapi jadi tak king cuba sih, mesti kong bu, tak king cuba sih, ya orang makanya佢嗱擺我朋友講，一厝上大間，我講你過來幾個人大，三個人大，但是一厝上大間，但是你講飼虎，還是飼狗啦，還是冇飼貓。OK， 所以你把你 energy， 把你 life 啦，把你即係有生命物件啦，是哦。呀，最好是虎啦。最好是虎啦。哦，好貴獎。人冇講做個飼虎咪咯。次一樣要吹。你叫劍虎啲吹啊？劍虎係咯，劍虎夾啲嘢。哦，你 OK， 所以那是講你要
家己一人到厝里买一厝房空无人，安尼反正都袂使房空厝的啊，哦，厝袂使房空的，厝袂使房空的。我去看啦，迄间厝房，我看第少哈，第少有 minimum 有5-6年啊房空，我是有了啦，啊，巴士有了啦，特别两间有本啊，可能两间本房空啊，还是头一间？第二间都啊个年几无人住了。哦，头一间第少，因为我看伊的地图是高加真正高迄种。你拍厝啊，寫上嘅型嘅啊，意思咪到上嘅 area 上嘅型嘅出來。上 development 13層樓。伊的這個厝是伊的位是叫做阿里頓。哦，我知阿里頓阿杜拉嘛，好，阿杜拉啊，阿杜拉少。別我錄完啊，準，別我錄完啊，對。我知，啦。係啊。等陣我暫時停咗，我有一個物件要甲阿龍看，就是阿龍，你看這個聽眾啊，是伊講我是日本人。我學檳榔福建話，特別聽袂曉伊講。特別伊答咗字，特別伊出邊是迄個伊檳榔嘅字是就是假嘅，唔知。你看伊嘅檳榔福建話應該是我嘅 system 嚟，你是人嘅 system 嚟，你唔是中國，唔是台灣 system 嚟。特別你看一個寫韓國字到啲頂面咧。哦，你講日本人特別伊名是韓國嘅。hamburger， 我唔知是咩事，啊，呢個是 hamburger。哦 ，hamburger。你都是聽到咁少都少聽我人學特別佢聽慢慢聽到會曉啦。所以我等阿龍對嚟我甲看，嗰一個 comment 就是。The aura change, you can feel the cold from deep heart. 哦 ，OK， 這是同我講靈嘅啦。然後 usually 這是阿達嚟咩？我唔是即係講可以聽，because 伊地靈運動員。哦，不，usually one house 啊，我估你係啦嚇，OK 而且我上次就估咗 because 我喺厝近有一間房是較冇事嘅。我係哦。如果有 experience 過，你香港。Sometimes not just the cold, the whole environment make you feel dizzy. Oh, okay. 係你 dizzy 我就別啊。我個檳榔杯咧，我冚開㗎啦，特別有一個所在我開開嘅咋。哦，伊有一個落龍家後背尾啦，真正暗、真正陰嘅所在啊。我嗰邊咧有開一把火嘅咋。OK。而家我上次講，你啲劇場裏邊啊，啲 theater 裏邊啊，你就會有一個所在起。係咪普基拍夠樓落喺？你對係有一個所在起，等我開一把火啲邊位。哦，你啦，你看到一把火時，你會規身骨無滾長啊。我問你嘅。啊，你以為就是規條行路是暗掃掃嗰種，特別end of the corridor 嗰邊有一把火開掉。是啦。其實我是鋪落嘅嚇，其實我是鋪落嘅時候，咁上你一次鋪落，定當時我到啲 First Avenue 嘟嚕嘅是唔是？其實我。我是係咪昂啊？你是，喂，咩記聲？我是布羅甲我講就係暗大皮坑係咩啊？暗大皮坑係咪嚟？暗大皮坑 the whole。老係即係檳榔北當今唔是一個 church 夾起來做教堂嘅咩？啊是有堂啊，要唔都是 college 啊。I have no interest。冇錯，這是歷史咧 ，OK？檳榔學嘅一定掉去啊！定掉去啊！冇濕笑啊！特別我是真正少年迄個所在啦。啊！而家要就哦，伊是大皮坑，自己是大皮坑。OK。伊是暗大，伊是講 M 阿莫字 M 大皮坑。
一插阿毛，一插阿毛，我所吸咗福建話去，我是暗大什麼意思？暗大皮坑。但係咱特別學拍子啊，咱特別夾拍子時，咱特別學，變咧福建差唔多要出家己機博了。了，你會使到啲 computer 嘅拍子，有可能擺到佢會使到啲 iPhone 嘅拍子個。So，你特別有電腦字啦，玩嘅拍子，你有電腦字話，你個出別啦。你拍就冇咩意思啊嘛。特別阿龍，你使換伊機博會使 switch 到做拍羅馬字有音調。你使你做另個一 set 啊，不打時。你拍羅馬字有音調你冇？你拍出來了，你驚嗎？我知你免可以出電腦字。你，但是學調電腦字阿冇曬嘅 version 啊，你係只見招到條邊，你係。你就咯，又叫得這就㗎了啊！你別幾百咁佢㗎了啊！只做了解呢，這是 future 不打事啊！你阿冇跟那成啊，你拍是一時拍，特別係你個較坎坷啊 feel 阿龍，係你 because 如果冇電腦字係 reference 唔就係講伊，你別好一調嘅，你不要跟那 just 拍就好啊，免插伊調性，嗬。啊，你會使免插嘢調，但係唔係你特別驚調嘅。調會調嘛？成個我講你個數是個調。Anyway，你這裡聲講，但係佢經唔到講。啊，你經唔到講加講經唔到。講嚇，嗰個講，所以咱特別學調咯。你咪別曉電腦字都學調啦。所以，反正我有一隻有先會學調啊，反正學調啊，我就 feel 到我 freedom 啊，我就免100%就俾 call 阿龍叫啊，我有時會學topic 啊，變咗學嘅 topic，未試下面 topic 時，嗱是阿龍困咧嗬，我試下，我咁問話把你 topic，我呢個等於真成功，我就變咗知道接嘅字真係咗，我講我哋係佢伊拉達不有嚇？加拉羅海不啊？哦，去拉達，拉達，你會寫出來拉達嘅字啊？我人嘅聽到我哋字就知字咯，講話，呢時只有講話先係。哦，成間拉啲大拉呢嚇？拉啲大嚇，拉啲大都笑。我唔知明唔明。拉啲大是成間你刀椒嘅人咧。拉啲大嚇，本咧拉啲大。小叮當嘅咧，喺度喎。幾個數？小叮當嘅喎。小叮當冇。小叮當對先啊。OK。了，等陣我俾就先先，咱有辦動作證嘛？我俾辦動講伊個幾個數。辦動路係咪新嘅幾個數俾講？還是 usually 是嚇？嚇。你講暗就我就驚。冇講真正 specific 什麼，最近我有做緊一個 project 嚟，一個工廠咧，有較無邏輯啦，無熱鬧嘅發生代志，就是一鐵門大概是幾多200路嘅檔，就是總有就是你落大雨了，有淹水咯，有淹水。大概可能要是10 cm 到20 cm 嘅寬嘅水啦。了，10 cm。伊個門就降起來啊！早起點只伊降入去一個工廠，伊門降起來，加了無對皮是了啦。就你人想，這是蝦米事吼？應該是無夠安尼款代志發生嘅，伊這門。200路，伊淹水可能20 cm，應該無熱鬧。伊安怎伊規個一聲伊鋪起來嘅門，還是安怎？那個落去啊！拉起來啊！門啊，無一個按殺了咯，你拉起來要門。哦，落去，伊是蝦米門來？伊是 gate 咧，還是 gate 來啊？還是開卡咩？特別伊有一個，伊有空嘅，還是？鐵門咯，鐵門。鐵伊只規地 solid 嘅鐵，還是？solid。哦，所以伊無啥鐵機嘅啦。無，伊 solid，伊200路嘅。你伊是開門是成啊？伊一個hinge安尼開
殺氣頭前嘅，你看你唔是成個氣每辣點出，有 slot 啦，哦邊有內 slot 係咯，係掉 slot 啦，伊辣落去咯，一地梅呀啦，一地唔是落地，OK，一地，哦，有時來時伊人叫我咯，爸，ini安尼款代志含個無熱鬧，我講我甲你拖時間就好無，我講你互我時間大概3日啦，講啦，有我3日我就洗掉嚟佢想這代志含水含可發生，個無熱鬧安尼款，你看來看去咧，你人個咯知是，若是來來印尼是講Genderuwo啦，Genderuwo是那個。我人古早擺大桌點些，伊去球場，人食大隻，你人個會記無？古早我人個老人個擺大桌，係咁樣去阿妹嘅份，擺大桌講嘅，大桌講去球場食大隻，人學翻咯。哦，就是我問伊蝦米事路愛炒伊人是有到底有做蝦米炒辣素，伊講。這個是我嘅厝，伊人起這個厝無甲我講蝦米。哦，伊是講伊隻槍，伊講槍起就是要。所以你講伊這是大都講是，即些但係你講咪干達拉話，安怎 spell？我那是我人，印尼人是講Genderuwo啦。Gondo Gondo 啊。Genderuwo啦，Genderuwo 啦。Genderuwo啦，伊顯是。真正大隻，kira-kira 2 meter 到3 meter。線啊，是哦。伊比所超級款嘛。哦 ，mythical primate like， 伊當冇上個係你，伊當冇上個係你叫咩啊 ？Bigfoot 呢 ？Bigfoot。呀，伊把就紅款呢。哈。jadi kaki besar. Bigfoot. Oh. Jadi kaki kau tu kau kilo ikan si kai, mau cekai, lagi kau gitu. Jadi lang kita ni kancung bu permisi lang kong bu permit lah. Oh, okay. Bu suka lo. Oh, gendero. Lo kira mu mandor lo, mu lo lang kalau cokang kuitem kau kuitem, ilang kalau 唔加7點，我唔加做工了啊！咁所以真正這發生代志啊！講啊，但是我人嘅乜先啲會死去，但是可以蝕落去，但是有物件白多落去，7點冇人做工了咯。OK，แล้ว伊人是叫你去看是去看。我有 project，即伊唔是成個講哦，哎呀去吹運動啊看，真冇嘢都奇怪，特別你家己只做工。I mean， 你 project 到邊嘅時間講，哎呀唔知做咩所以每錄起嚟看啊。我嚟問你，我冇講住只人制個，我會看物件，我冇想過人制。哦，แล้ว你看你講解三隻是，還是你是特別到對去喺你所在去行，感覺到伊嘅即個拿到誒，到伊拿到無歡喜，還是你安怎個 communicate 個伊，安怎個講咗啊？我講安尼款咯，若是講你叫我人袂使來過來做工是無可能代志啦。我唔說即個工廠嘛，幾若百人嘛來過來做工。我講來下面你頭頭講愛拖血啊，愛拖血，伊講愛拖人嘅血。人血我人無在啲，我唔會學你。Oh my god！人血唔係，伊講下面咧，我係人頭我袂使我講埋。我看解，血伊寫得淡薄嘅血，使還是你都俾學因就 JCC。愛拖做碗嘅血咯。哦，做碗。做碗嘅血，人頭我無在條河路，就係講人頭袂使，伊就發脾氣了咯，變面了咯。變面夾住我過嚟咯。人袂使講嚟攞拖黔笑，我看先攞蝦米黔笑。講嚟講去拖牛嘅嚟講牛上大隻咯，我安尼貴嘛牛嘛，講羊安怎講佢都咯，伊講 OK 啦，羊會使啦，特別拖10隻好10隻嘛10隻咯講咯，甲頭家講咯，特別愛睇羊去過去睇法，愛睇過後尾9點暗暝無使睇，
哦，暗暝9點冇使睇，攰啊時間使睇，冇使睇。哦， Jadi hội咧，giờ咧hội ngày xăm khi sekeliling lo. 哦， Liao. Kau kong nasi kong holu aneh kan lu kau pakai permintaan kong boleh. Cuma tatap pai gome lu pai wa bo kong pai bo aneh kan ne. 哦，所以你可以計 negotiate，你可以參詳。No，bo yang kan ne. 我holu會 OK，因為我holu了嘛。安尼看你攰啊，就是冇事啊，你未使成日講嗰邊又叫咁樣啊。特別我喺頭家講啦，嗱啲嘢咧，你也一年一擺，你咪搭聲咯。哦 ，OK。到落車一個下字啊，甲你拜神食嚟過去啦。tapi lu伊迄邊樣無成個一個 shrine， 無成個一個拜，像人搭拜只隻嘛，馬來西亞只隻，因日本有可能達到講誒紅光島，很多啲藏卡上面，伊人無廣昌迄邊無很拜，樣無。哦，無，廣昌無。過嚟廣昌，我諗過嚟當人較即是入耶穌了嘅啊，你諗無相關嘅。哦，所以無去學曬，本來很無錯嘅。哦，I see。tapi 幾禮拜咧，我朋友咧一入耶穌咧，特別一出大拜可能後邊嘅創啲個咧，也咪叫人蠻多住嘅。你無相信？也都談啦，即係無相信呢個。頭頭是無相信。冇法度嚇。呢條是咪是靠運動咯？也你會使無相信，特別咪講啥物啦，講人講可能講meremehkan啦，咪看無啦。伊人嘅所在，我人是我人所在咯。咪差來差去啦。你看了咯，哇！我頭仔聽我人朋友講，伊入厝，伊都厝是愛做簡單，啊，都愛做厝大誒。因為你講大媽喺你攞緊厝啊？伊講13年無大了誒。係你是咁驚，你是唔係想啊？伊是要來做厝大，要大先，要做房島。要做房島上面，做 office。哦 ，OK， 你要做 office 是要家己大嘅，迄個所在啊，咁驚。大嘅家己大，要家己大嘅。伊是愛下，伊是愛是水，要買還是水？買。哦。sorry， 因為講你講呢度聽到，特別我唔知做乜時候個 repeat。OK 啦 ，translate 咗 translate。特別 translate 講成嘅話。jadi positif belo lah, itu kingsu. Aboy bego. Aboy bego เขา買啲啦，阿貝賣喎。你冇計講本呀？咁好驚，你冇計講呀？我冇講了，because 因為有嘅物件我冇 confirm 嘛。你唔使講，一隻隻會俾個 serious 會俾個，所以你唔計講過啦，就是看。伊是有興趣，伊暑假呢，特別冇講啊，我當佢要學定件，係咪冇過啊？背過啦。伊 still 啲看了北京個。伊本有看，我有 just 解講，我解講 if 有北京 maybe 北京較好。有一可能看咯。有一可能看北京咯。OK， 好。哦，我有一個。講。OK，有一個就是我冇 confirm，迄個講到是係咩名？特別早一個月前，我有一個朋友伊 call 我，因為八對飛機講到嘅名係咪個了？伊想我真識嘛，因為我大一區嘛，然後伊就伊真久無 call 我，伊就會 call 我，伊講我未了解啊，伊講有一個8，我未記係咩名，特別我會記安怎去啦。伊講這講到有，伊講有一個 agent offer 伊講迄間講到內邊個了物件有咧，是講較貴淡薄啦。伊講伊 agent offer 8,500，我講嚇8,500愛飛
low cost 嘅 flat 會俾冇咋。我講是冇可能嘅，伊講 confirm 啲 agent 計講8個程，了我這 friend 是 Christian 啊嘛，我就講你無驚買到有貴咩？伊就講我去看有先咯，還是講有看到，還是講有 feel 到我買買咯。了我講你暑假啦，你暑假啦，伊講特別有可能是8個程，我甲伊講我講無可能是8個程，無可能。嚇，了到尾我講你愛問好好，迄間廚師蝦米事愛變嘅班子，伊講嚇 OK 咯 OK 咯，了都無代誌嘅咯。了甲我講嘅是 A 嘛。then 頂日我去看這兩間 landed 嘅哦，一間人我嘅 friend 呢B 啦嚇，伊都真正興趣看 property 啊，買 property 啊嗰啲物件。然後我有甲伊講，我 last week 有甲伊講，我講A 甲我講咗8個千嘅，一個 condo 啦。然後伊甲我講咩啊？伊講你叫女朋友買買。你甲伊講嘅，我講我甲伊講啊，無可能8個程。因為我一個朋友 B 哦，伊甲我講，伊講對，伊講我毋知是倒一間，伊講特別伊講我有住過迄邊嘅condo。因為伊講哦，我尋我嘅parents 尋我嘅uncle 樣個了住啦。伊講伊住毋是住迄個 condo building， 還是住迄一間 unit 咧？住迄個 condo building。哦 ，OK， 所以毋是迄一間，毋是 specifically 迄一間啊。嚇，伊毋知是倒一間，特別伊講嘅哦，伊講唔係啦，伊講迄邊啊真正無好勢嘅。伊講迄邊哦，因為伊講伊邊嘅風水是 first thing 是無好，因為伊每向甲伊嘅 corridor 下面個咧，伊講真正怪。了到尾伊有講，伊講迄間樣大過啦，搬咩時候？伊嘅uncle樣啦，幾若人啦，有聽到囡仔嚎。後尾我講有可能是隔壁嘛，我講可能也是樓下嘛，伊講毋是，因為樣規間厝是冚甲密密，了是開了aircon嘅嘛。伊講了樣聽到聲是佇厝內邊嘅。嗰樣嘅是規暝是無困，毋是一人聽到，是3、4間人甲了聽到啦，是講伊呢就是困甲伊毋知人啊啦，咁我早起樣走嘅時，樣甲啥問each other 啦，你有聽到？有啊，你有聽到？有啊，了逐人甲了講上話，就是毋是樓下，毋是隔壁，是聽到佇厝內邊。所以就所以我講莫買，講迄邊莫買。迄個位我無熟，特別我會講嘅是，我無熟伊蝦米名，特別伊個condo哦是佇Batu Tinggi，伊有一條路叫做Jalan Lawyat 啊，嚇，迄邊迄條路起嘅，我毋知迄個condo蝦米名。OK。Eden 阿妹內邊嘅位咧是哦。毋是，無安尼會。Long Google Jalan Lawyat 知誒。Lawyat 是就啲 KL 俾 computer 嘅Lawyat。伊這是啥？迄條路係哦，也是講你有過啦，你彎入去一個Jalan Lawyat啦，你彎入去啦，你對 feel 到一條路日時本好是真正。伊Lawyat 怎 spell 哈 ？LALOWYAT。哦 ，OK， 我看到了。條路真陰嘅，日時本是真正陰嘅，成個。人講啥無夠貴，暗暝啦啥，安尼看點聲當金啦，你滑過啦是真正個哩個路誒。伊到底係你出名嘅 hotel 嘅路頭位？毋是。誒，唔是 hotel 嚟？無，這是 double tree 無相，即係一條路咯，一條路上條路誒。呢條毋是一條誒，毋是一條，古一條個。但係是毋是真係Lawyat啦？古一條啊？這條路咪Lawyat喎。這條係哦，這條我無錯講，毋是Lawyat嚟，這條係哦。佢是多轉。你 Google Map 係Lawyat。而且有幾多條路起嘅？哦，我除咗了。嚇。我除咗，我一條路。你當今看嘅是嗱 ，on the left side，阿 John 你看 on the left side is the reef，無相。
我講嘅是 before 一條路，that means 都起了來是 before。before 喂，你隨看吼啊種right 佢正 right，哦，這間嗰啲哦，這間嘅是老一，啊，即係媽邊個係老一，然後伊係，老一隻 weird 咯，整個老一，整個就老一，誒 maybe Google Map 唔對。你講到我講嘅，你講到我講嘅應該是樓卡啊，你看 A 頭嘅，六 A 頭嘅。正啊，係是這裡啊，哦，這條路，等我你開嚟，我可以看 Street View 啫，我係睇 Street View 嘅。你嗰度你山邊嘅你看你，一真正遠嘅，真正遠嘅嚇，這條路。哦，哎呦，你起看，這是本真正遠嘅，好了。喲，我嘅答案我幾長。嚇，依幾條路先嚟看呢？即 abandon 嘅，你看這幾嘢。即係 abandon 嘅 apartment 啊？唔是，伊是迄個係咪Swenson啊 ？Oh my god！我不奇怪，我聽到頭邊只唔見只知道嘅哦。Swenson ice cream 嘅嚇，一邊煮茶，一邊有人賣煮茶過，because 我看食。當佢空幾條路空嘅。Oh my god！我聽到點去入邊嘅。這是 Swenson 是會掉啦，這邊煮茶 ，Oh my god！我試下點去啊，這邊。Oh my god！呢這裡係你 housing 嘅嗬？哎呦，原來咁有緣呢，正所在。一隻架去頂面嘅哦，一隻字。哦 ，Swenson Oh my god！我知。未講我看伊個所在識啫，Swenson就啲樓頂地管隻樓嘅。嚇，這個 building 無咧，空規個是 abandon 嘅。伊邊伊樓卡咁所以聽到未註冊的，你這邊這站未註冊係嘛？無咧，空嘅，無人嘅，規個 building 無人嘅。I thought 伊這邊去唔是夠一個 building 嘅呀？還是嗰陣時到底這邊嘅？你看這頂烏車係哦，嚇，這頂烏車係。Look one right，我車係 look one right，嚇，這邊 one left 就是去伊個。哦，這邊正 one right，哦，這邊 right 就是去A 頭嘅。哦，對，勁啊！唔是這個。哦，這是學到嚟。哦，個 key 個。喲，這是咩嚟？誒，咱 Google Map，誒，勁。勁啊！我講嘅係嘛？係你食棍嘅。哦，唔是。somewhere 一邊啦，somewhere 一邊。somewhere 一邊。等我如果出去看，你是講到一邊嗎？等我去耶，這 Street View 看。誒，一間，誒，這邊，這不是播出嘅？見咩種？哎呀，是間了哦。無啦，這個是 another one，佢有一個個，應該佢有一個關嘅，一直動嘅。Anyway 呢，伊是一個 area 啦，嚇，一個 area 就對啦。伊真正陰嘅，成日當今暗嘅，安尼看你點寫啦，哇，是夠嘅。喲，Swenson，什麼？我just喲，我計識 Swenson 是點是得一間嘅，但我諗講 Swenson 是一間一邊嘅。啊，這邊Swenson是 building 是一間。等我讀對嘅 ，because 我真有感情嘅Swenson。啊，但係我開嗰個咩開下你 A 頭嘅，係你我 click 下你 A 頭嘅啦。伊 photo 啊出來啊，是係你但係係你 building 嚟嘅喎。哦。佢講應該是八厘米。伊個起這邊伊有一棟嘅快管嘅。快管嘅，啊，嘅，嗱，你看，哈，咪要，這邊，這裡，哦，特別看唔到啊，這邊，頭先嘅位話是冇成樣，你看講，這間的面是，就是伊是到底這個茶樓半茶樓嘅位，所以唔是這間。去過了這裡，伊唔是這下，伊是這間，伊是一邊嘅。一邊嘅，一間，伊無名咧。等我看要落，我看哈，看 ，Oh my god！是，我個叫莫佢個長呢，你看，這無去誒，
被起掉嘅喎。我去嘅，你去過哦，OK，個起一抓下，我就正看，所以我就正去看下。對，所以你turn left 個，你去個 follow the road 個。特別白哦喲，一邊啦，攞看啲藤啊正，正我對起正下，哦，我正起正下，哦，這是唔是 instead of turn right 你咪 turn left，轉身是會即係阿毛老處嘅了。個起。這裡 area 有邏輯。哎呀，咩美術區我冇同你講有啦。個起個班個。哦。啊，這間。對，這裡啊，一關呢。哦。對啊。講起來 OK 啊。actually 是冇 OK。邊個只頭殼厝 surrounding 嘅呀？呢個冇名嘅，即係 block。咯，就講，特別即唔是大梅咧，就即是後背梅咧就。maybe 大梅是到啲邊較會。特別咱咪其實。我是以前是 block。伊後背邊，但係咱看啲後背一間嘅是伊嘅大梅。就係。I think 我知啊，伊名是 C something 嘅。嗱。係咪 tower？即有嚇 ，OK 啊，看 OK 紅景嘅水呢就，攞那是紅景水啊，比如幾愛大。嗱，咱看第一名，我冇講啊，嚇。對啊。對，應該是這樣。咦，真係係碉堡呢嘛？哎呦，佢哋買布件㗎了。即紅景水夠個有共人學晒。啊！你 OK 我大。佢講你 Q 厝。佢講 Q 厝，佢煮好我食。哇！我啲內面裝紅地不要緊，下面幾樣不要緊。誒，咱邊咧見係想裝大正嘅，講就 OK。做流浪徑啦，喺你幾厝㗎啦？唔係 ，OK。流浪徑就你自己死大小嘛。因為我哋就是愛 plan 做流浪徑啊嘛，你咪去退下你幾厝無來大嘛 free 啦。你 block 是個大徑嘅嗬。像 extension 嘅嗬，對面呢？哦，係對面嘅大徑下一邊，你講伊 upper unit。對面個大徑嘅。maybe 攞真樓嘅。我講啊，伊這邊嘅伊後背上啊是顧一棟嘅喎，伊是迄種就係condo嘅型，apartment condo嘅型。間啊？應該是這裡啊，間啊？哦，個起個，一間。應該是這裡。但晚都看唔是啦，你講嘅，是一間。應該。即係靠山啊，靠水啊，紅景。應該是這裡。我看有名。咩名？嗱，即係咩名？特別係你唔上名誒。上名。這是 apartment， 這裡。哦，這是 apartment 啊 ，condo 是另外一間。我講嘅是這裡。哦。你個 homestay。I think 應該是海景啊，個海景。講古了嘅一種嘅，就係 apartment。海景會，即係叫做海景會，嘢學嘅名叫做。是啊，應該是這裡。OK，啷裝大正嘅講，幾個名？還是啷大正頭殼厝，你使講都不講物件。我阿 John，係咩物件？南西講嘅。嚇？所南西講嘅，所南西講，做流浪徑嘅厝，做嗱即個幾好嘅。所南西講係咩意思？我講南西講嘅，做流浪徑嘅厝，嗱即係做。特別紅景嘅水呢，紅景係水咯，應該洪水就係水嘛。伊洪水應該就好嘛。我有朋友睡過，嗰隻邊嘅，真水嘅，伊風景，你看到咩嘢？所以伊個真懸嘅事，但係有人講嘅招呼 place 嚇，就是招呼 place 這是一句啦嚇 ，CHKH647，你是講嘅神神嘅嚇。Why stay up until so high? Old people stay here, no one will come visit 。對，伊講流浪徑就上回啊。OK， 我使小蛋啦，講實句啊，可能我嚟隻 topic 佢嚟，我本地咪講國訓證嘅嘛，topic。我講國訓證啦，咪講呀，我話未嚟過咪講呀，嚇，住講咪講了，講呀，講事咪講呀，住嚟，
你有幾個日本啊？我 recently 聽到一個嚇，講。แล้ว I think because I think 是上嘅位加即個最啊加南西講過嘅嗰扎嘅位來嘅上嘅，本是上嘅位嚟。得嚟。urban 都嘅，是哦，南西你講過嘅，一個有咧喺 condo 啊，規陣有問題嘅啊，你講你去到迄邊啊，你感覺到你感覺講有問題啊嘅。得住，到啲吉隆坡啊？冇啲冇到邊嘅。哦，係呐，就落檔嘅位哦。對。Long and now 啊，我唔知是 Long and now 厲害，是 Right now guy。我朋友 ，yes， 一隻新特別嗬，already 成日講 start 有成日講出成日講 word of mouth 啊，你伊係你規陣啊有問題啊喂。哦，伊是係咩問題 ？construction 問題啊，是有幾問題？有物件問題。哦，嚟講啊。規個 building。嚇，伊 because 咩 area？日落檔你講。OK， 你再講嗬，你就係 from 這裡Greenland 啊。就走行。來運去，你若是講愛運去這裡down away from Greenland，呢條 highway 啊。一條橋嘅。一個，所以你運嘅是 left side 嘛。แล้ว你 before 去頭一個叫這裡橋嘅時啊，你落嚟橋下卡，你落 on left 就去這條路嘅嘛，對冇？你是講我係你要去Penang Bridge 位嗬？冇，我是我南方一頭整嗬。就你當一個係你馬來都知哦。唔知。都唔知。我看我未曉甲你講嘅，伊到迄條路位。anyway，就是伊即個嗬，我嘅朋友馬來 police 就講。是有正。到 KL 嚟，然後伊人落嚟落正啊。對，落。誒，冇，你這個 sorry， 應該是 to the right。看我係。嗱，你看到 pink color 嘅哦。哦，一間。對。OK。So basically，伊人呢是 condo 唔錯得嘅咩？呢是 condo 嚟嘅。哦。然後有真濟，伊人嚟做 Airbnb。哦，以後佢就諗同我講嘅話，有可能是去睡咯。人哋睡話快喎。呀，應該冇咁講嘢，可能去大。即睡咯。Okay, so anyway, because 伊真正幫伊嘅事，伊嘅 rental。然後所以我KL 朋友，伊人是辦可來 Penang for one night，安尼看都係哦 ，for one day，安尼看 one weekend，安尼看。然後所想我隨幫伊嘅咯，去睡咯。然後就隨到這裡對一間，所以伊就隨到這裡係你 unique 講，有該幫伊呀，安尼看都係 Airbnb。然後I think about 100 per nigh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呀，請幫伊就對啊。然後所好。呢間阿裝你辦嘢，我冇時間你辦嘢咧。100塊錢咩嘅辦嘢咧？我是30倍咧，我貴。對。然後所好 after that 嘅時候，伊人本地是去行先 before check in。然後 by the time 伊去行了後，愛去大下你去下你位嘅時候，already 12點了。然後 one of my friend 啊。我叫伊啦嚇，所以伊就入去呢嗬，參加我一班人。無記參加人嘅了。佢係告訴時我真驚 ，Oh my god！ 感謝輔導機啊，你哋電話你哋感謝。然後所以 basically 伊入去嘅時候，伊already感覺無對朋友咗。我係叫朋友伊啊，純屬伊有淡薄sensitive這種物件本嚟，所以伊already feel 講無對朋友。
了伊個唔敢了甲人講咗，伊人讓一定嘅人都在去。四腳人白病，了伊甲人講，啊無我人去面啲位坐一下啦。伊講，if you 講想愛食物件個，你看伊騙你人啊，對啊，嗰時咪 stay 到迄邊，了直拖伊人就到面啲位，講about 2點幾啊，愛3點了，安尼款啊，一直來拖伊人咗，咪轉去就好，下邊就對咗，了特別the driver 伊講伊線了愛扣掉。แล้วโซ่บวก咯ก็แล้วมาตุ้งหี咯บอก3點幾อันนี้คน3 a.m. อันนี้คนตุ้งหี喺ที่ Airbnb อ่ะแล้วก็แล้วตัว get ready มีก็แล้วไอ้คุณแล้ว咯อีหลัง有3個房間 so 一個房間2個人 share แล้วก็2個房間呢一個人大แล้ว有一個伊就唔知係咩事發生 because 伊困嘅時伊穿earplug แล้วตัว3腳人ตัว迄邊嘅時到嚟房間嘅時愛困了嘅時伊人就聽位啊聽到聲伊人聽到講伊人沙哩本聽到聲嘅聲穿earplug啦，本聽到穿earplug嘅唔知伊困去了แล้ว佢叫係你3腳人咧，伊人就聽到聲到聽位，伊人聽到迄個聲到聽位啊，伊聽到迄個聲是 from 聽迄邊行到來，伊人會門嘅位，แล้ว後頭的時後頭的時伊直直啊 from 聽到走個門，แล้ว個走佢去，แล้ว個去 another 門，係你看到咗，伊 move 來 move 去到咗，你聽到會 move 到咗，แล้ว伊第二個呢時面咗。我嘅 friend 甲我講話，伊聽到會聲咩咯？伊聽到聲時啊，成間嚇，愈迄個嘅指甲啊，靠 scratch 塗骹嘅聲，佢一時去到咧門停咗，去到對聽動嘅位，然後再去過一個門啊！你看，伊聽到咧聲直直 move 來 move 去 ，move 來 move 去，แล้ว after that 佢叫講家己一人困啲伊就想講，哎喲，咪去插一了 ，try to 困了，แล้ว伊困一半嘅時候，伊suddenly 醒起來咗，醒起來了伊有無聽到伊嘅真假聲本啊？伊是無聽到。聽到。所以 before 伊穿 earplug 時啦，就是講伊聽。earplug 無上人，無上人。無上人，伊迄個嗰一個家己一人嘅房間嘅，伊就困去了，所以伊半暝，伊所以就醒起來，然後伊醒起來嘅時啊，伊想講開目睭起來咯，伊就開目睭伊嘅目睭尾啊，伊所以看到有一個人穿紅衫，頭毛長長嘅，到邊啊位。哎呦！徛在邊啊 uniform 看無到你無收到你家己就叫我收錄嚟啊 OK 我看無到你本迄個聲強是迄個來嘛伊查某誒長頭毛誒聲然後伊一變過去看無了伊就變去迄個 shape 你就小死了啦你就想講I enjoy，伊就想，伊講想，別緊了，伊就舉伊喺你 below 冚伊家己頭，然後佢再 continue 困到對。然後 after that the next morning 嘅時，伊人家了就慢慢 back 了走了咯，走了嘅時到車位本地無講下咩物件嘅，then suddenly one of the friend 呢就問。咱昨暝是有聽到聲無？然後 after that 是就 confirm 咗，咁了伊人聽到了咯 ，except for the one 係穿 earplug 會聽無呢咯。然後伊人 confirm 咯，咁了聽到聲嘅聲咯。啊，無機聲嘅聲。咁聲，知咪得嚇？我會記我16千年前，我前來講嘅是幾個事。
你講咩？伊講的這個鬼故事就是常常我拄到的，就是吼，伊行來行去，哈然後伊去嚼迄個門，哈，你會記我講過的有一個故事。未我未記，我講過我，你記啊？我頂過次講啊，我未記啊。我咪講過我大過一間我睡的，迄時我讀條車嘛。哈哈哈。我讀條車，then 我的房間，阮的房間是迄種向調，阮房間是無空啊的，當兩間房間是無有空啊，特別空啊是向調迄個食飯廳的嘛，你會記得我有一間啊，迄個厝我住過的，伊是一層的厝來的，then 我甲我的 room， 我的 housemate 就是我的 housemate 伊的房間內，伊 game 啊，伊的電腦迄物件嘛，then 伊到4點，我人就是聽到食飯桌頂，因為伊的空仔是向調食飯桌頂的，我是隔壁房，我隔壁房本是向調食飯桌頂兩間的桌甲款的，代表我走去的房間，伊麻將迄個物件啦，連當做麻將安尼，然後我人就是聽到常常逐項講咯。拉薩有人佇外口吼，行來行去行去款，伊真無用誒，伊repeat咯，是毋搭是毋款repeat誒，伊做相誒一個動作，伊是repeat，意思講，伊行去A，你佫行去 B，B 佫行去 A，佫行去 B，安尼款點整誒，你知哦？然後伊行去 B 時，伊可能行去 B 時，伊迄個走廊，我是聽到伊食飯桌頂誒走廊聲，就是因為我人有買着迄個家己咧落地迄物件啊，房子食飯桌頂咧有走廊底條嘛，所以就聽到安尼款走廊聲，然後伊佫甲一下佫聽到伊行去個toilet，因為頂擺誒舊厝toilet門是鐵誒。用板的哈，啱冇，白鷺是 plastic 嘅嘛，哦，係整嘅啊，啊，係整整嘅，嘅，係咁整嘅，伊就嚼咯，哦，伊嚼了，伊佫走去，喲，真正嗰啲我就講，迄個是我第個哩啊，我拄安尼坐到啊，因為我是無困，了我人嗰啲房間佫開條火，佫講條話，佫伊條 game 嘅事嘅咯，是天性嘅，毋是講是青條嘅，毋是迄種困甲微微啊，你看毋是啊，了。外口本有火的哈，阮火無冚的啊，阮會食飯廳火佫無冚過的。了伊就入邊迄起落番做，你知就久哦。做差毋多，伊是4點幾 start 做，到6點，中6點啊，伊停，6點伊停去啊。特別6點以前吼，我的 roommate 有偷看，我的 housemate 有偷看。我housemate是伊真好，伊會看到的，伊真好了解，伊會看到的，伊比我佫較好了，伊創是，所以阮兩天白白聽到是無奇怪的，你知道，因為阮兩天不是上一種人嘛，了迄是伊無甲我講着，知道，伊看到，伊是看到啦，伊無甲我講本，我本無甲伊講，因為阮就是 housemate 啦，了無講你講我別你大無夠盡理解，無講誠細啊，了本無甲伊講是因為大上一間厝，逐個都甲伊講嘛嚇死伊個無，我本毋知伊看無看到嘛，了伊去偷看咯，在偷轉嘛，伊轉啊，伊搖頭，伊看對我，伊看我咧，我佇後尾看到，伊看到無嘛，伊搖頭伊講無哦，無物件本來看無哦，了因為一直看吼，點去了咋？伊看是無了，迄個聲點去了，了到伊無看了吼，伊聲倒轉來哦，伊聲佫倒轉來，安尼看哦，了阮兩個就激笑了咯。毋知做咩就是激少咯，食6點哦，有影是6點點去了，看我偷佫看者無吼，我兩個衝去倒咧放酒，我比真正驚，我攏真正驚。特別伊嚼的是因為倒咧是分開的，放沙伊是一邊，淡水伊是一邊，特別我啦會聽到講伊嚼迄個梅是淡水的迄個淡水間。迄間我看到誠濟嘛，我有講過嘛。我家己阮親目看着真濟了，我的 housemate 阮看着有一個查某徛佇伊的空仔位哦，暗暝時，伊困一半伊看着有一個查某徛條了，我看到的是穿紅衫的嘛，短頭毛，伊本是看着短頭毛的，特別我是望着，我毋是看，我是望，特別無望講安怎，我是迄時我袂困的，我是特別毋知做咩，我拉薩我是望，你佫拉薩才是看着，因為我青。我是開着目睭青，迄種，我青是開着目睭安尼款，所以我看的是大部分，我毋是講看着查某，我有一個大部，了後尾我搬的時，
我年尾我考了册，我就較緊搬，年頭我就較緊搬了啦。因為垃圾本真幾哩本都就去傾厝，了我大一年加好爾誒，了畢業了，佫剩一年我畢業了緊緊走，了每隔壁嘛搬以前，了隔壁甲我講 ，actually 即間厝是伊誒伊誒啥物啊？伊誒家己人something安尼款，我袂記啥物家己人了，了伊講伊誒翁弄車死。伊翁弄車死嘛，了弄車死了，了我講哦，伊弄車死，特別哦，好料是啥物迄咯？弄車死迄個車佫會賣咩？伊就是買了伊頂車咯，隔壁。哦，伊特別去買伊個車咧，我不了哦，解咯，即個物件。八九可能，伊敢買伊個車哦，耶，吼，伊講伊毋知啥名來的哦。你我毋知影，我袂曉講安怎，我袂曉解釋誒，我聽哦。了我搬走啦，免無門出去，伊都弄，伊都買了伊個車，特別伊啥事，伊弄，伊毋知安怎，可能毋是弄車死，有可能是我袂記了，真久maybe 30唔幾年是嘅事啊，即個是，哈，maybe ，maybe 唔毋是，是浪車死，是死去了，特別伊啊，買死去特別死人伊嘅車，買伊個車，吧，我想起啊，應該是安那，可冇能。浪車牌啊，都未死啊，啊都未，對，路弄都未，車死無人會買誒嘛，係馬達啦係啦係啦，會別講哦，可能馬達會 release 出來應特該無，別樣特別無啦，應該毋是，樣特別應該是會看到 declare 唔死，是咩浪車死，哈，毋知無馬來西亞無 declare。哦，你係咪講過嘛？啊，青枝，伊講過伊個公司，有人哦，有辦伊車買嘛，了伊個 click 買，了青枝唔買買嘛，是一頂就波頓 villa 個啥物，了上尾坐無上好上貴，啊，波頓哦，這三家是毋啊，這是？來鬧呢厲害誒，這我哋都，我可以即個記，我可以記較幾哩本誒。這個事。我未記得了，會好像，記吼，了，伊坐了無幾個月，伊會甲你佫賣掉咧，問甲你嘛，伊甲你講，伊逐日味着燒的味素，炒火蛋的味素，哦，了上尾去知講，即頂車是有着燒過，有燒死人過的，something 安尼款呢。哦，了也模擬發了幾頂來，就講樣嘅內邊的色換甲了了啊，即係是清氣的，得咗，特別伊 still 伊講逐日只燒味着燒的味素。應該是伊，你說伊車賣較食辦嘅，因為是馬達 release 出來賣，something 安尼款呢。我咪講啊，你人感覺到人會接個講第二條幾個數，攞個百你隻幾個時人笑啊，是唔是咁樣無用來？我睇一就講，sorry，唔知有人死就去借咩，所以未來。特別咧，係家己講嘅嘛，咱家己使講嘅嘛，咱明你講咧，不到伊明，咱明聽伊個數，意思都是 suggest 嘛。未啦，咱未我等你3個月了就。哦，一般袂記是伊來是毋是？不，伊頭講幾日到未落，係即特別是咧，我計講嘅講上早下晡即上晏，伊另外一個朋友要來上晏，你是嘛晏落到咯，你到時發現你話講阿無，我做我特擺會落，我就會叫伊啊，差唔多3個月了，我講了3-4個月啦。แล้วตอนก็บีส่งไปแล้วมันตันนี่แล้วสายสิแล้ว講自己แล้วมาสิท่าน看個帶 OK 講嘅เป็นสิ่งที่ก็สุว่า我就是當過啊即係點寫是當10分鐘就別曬 OK 講嘅เป็นสิ่งที่ก็สุ大家感謝แล้วลอง看到看到幾時特別會記掉變好見禮拜六日月日落雨 OK แล้ว計起來咁樣講會記掉 OK 感謝大家拜感謝我哋第N啦我哋借這個第N感謝頂一禮拜無看episode 到這邊嘅，這邊伊定看定聽，定下就正現條錄音時間同地路，感謝大家，拜。